欢迎回到新闻现场。本周六在香港举行的第5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亚太区初赛，受到多位立法会议员的欢迎。他们强调，中共的干扰行径不会得逞，呼吁大陆选手坚持艺术表达自由，踊跃参赛。 多位立法会议员欢迎新唐人第5屆全世界中國舞舞蹈大賽亞太賽區初賽移師香港舉行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。呢個係中國舞嘅一個交流。咁呢啲活動根本上係對於我哋傳統嘅中國文化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，同埋對於我哋推廣翻香港人對於中國文化嗰種嘅欣賞啊，或者係認識咧，係更加有一個大嘅幫助。 咁所以應該更加香港政府咧大力去協助推動添，世界各地嘅朋友都可以嚟啦。咁既然有一個咁好嘅地方，又有團體喺呢度舉辦嘅，咁當然各個地方嘅熱愛舞蹈嘅朋友包括香港、台灣、澳門世界各地，甚至係中國內地。 議員們斥責中共政法系統嚇阻大陸參賽選手，相信他們的干擾不會得逞。我相信阻止都阻止唔嚟嘅。咁亦都咧希望咧呢啲嘅有心或者係上嚟表演、上嚟觀摩嘅朋友咧，唔好怕任何干預。呢個係我哋人民嘅自由嚟嘅。去到邊度地方，我哋去表達我哋嘅文化藝術或者參與文化藝術活動咧，係我哋自由嚟嘅。市政法委咧就唔需要咁不務正業嘅。 佢哋應該咧係真係正正經經做一啲法規方面嘅嘢，唔應該咧係去干預文化交流嘅活動嘅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。